各位女士們、先生們，下午好！非常感謝資本雜誌給予中國海外發展企業管治大獎。我代表公司對資本雜誌給予嘅認可表示衷心嘅感謝。呢項成就係我哋全公司上下嗰個辛勤工作嘅證明。喺佢哋嘅努力之下呢，我哋舊年實現咗合約銷售人民幣超過3100億，係中國前10名房地產企業裏面唯一實現正增長嘅房地產開發商，令到我哋喺舊年能夠持續為股東帶嚟穩定嘅回報。2024年呢，中國海外發展慶祝咗45週年，我哋非常感謝一路以嚟支持我哋嘅合作夥伴啦，同埋客戶。未來我哋希望能夠繼續共同努力建立未來，不僅為我哋公司，亦都為整個產業同埋行業社會作出貢獻。再次多謝資本雜誌俾我哋呢個獎，我哋期待喺未來嘅歲月裏面繼續追求卓越同埋經營幸福。多謝。